好，来继续来看国民党号召民众4月26日就开道抗议大游行，早起来举行着记者会，公布相关的规划。第一步是请参加的民众要严防民进党的支持者反串盲目焦点。民进党的立委阁来指控，讲这个开道的活动会影响到东江要考试的统测的学生。立委嘛来点出着学校的通知，讲这个通知都是咧提醒考生一定要提早出门。国民党是来强调讲，一切依法申请，未有影响考生的状况。这些民怨，通通会在礼拜六化为团结的力量。国民党举行记者会，宣布4月28日伫开道集结。头一步先甲党员施告免怎应对。清清楚楚，他们说他们就是会在现场发这个红旗来去扰乱我们整个活动。如果遇到这个状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现场就直接喊反绿共。国民党指控民进党的支持者一定会去现场乱。为着不互活动失去本意，提醒参加的民众莫放开咧行。是讲另外立委林楚英提出的截图，指控国民党党员找林燕1点钟200块。网友也提出，民进党开始动员的证据，免费提供中昼甲暗顿，为是爱付500块才会当参加。另外，立委郭玉清是提出学校教务处的通知，讲开道有政党集会活动，因为活动到伫台北商业大学考试场的附近，提醒学生一定要提早出门。所有的这个集会的申请都是经过这个官方的这个机构，我们来去做申请，根本不会有所谓的影响到考生的这种状况426、4272天其实是统测的时间，那刚好这个国民党他们就是选择在426要来做这个大集结那包含他们动员有很多的这个游览车，至少一定是上百台那这附近的周边的交通是肯定会打结，所以绝对会影响到统测的这个考生的一些权益。4月28日在夜店营就开道，活动的也未开始，调查先架空高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